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月初2，以弗所书4章22节安尼讲，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，脱去旧的人，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得败坏。三角来祈祷，哀愿脱去旧的人，脱离旧的生活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佮公义的全能上帝，愿用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尊重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慈悲、疼痛、无有怜悯的主。愿敬拜你，学罗你，也要尊你最大。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永无改变。你的阳光遍满全地，你的慈爱直到万世代无煞。主啊，愿有时互过去的思想、习惯、甲罪性所影响，直到互旧的人占着生命的宝座。主啊，求你用真理的光照亮阮，互阮看清楚，什么才是你所欢喜的。主啊，就安尼，阮就脱离以前的生活，脱去旧的人。因为旧的人受私欲的迷惑得败坏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